同心築夢共謀發展粵港澳媒體灣區行第3場聯合採訪活動在珠海、深圳、惠州舉行。我們去到深圳市體育中心，了解15運會的準備情況。高場呢就嚟到呢深圳嘅體育館，係啦，哇！這座體育地標令人震撼，融合了現代化與功能性，國內首例開航屋蓋加可折疊移動式鬥屏的體育館，能輕鬆切換16種高級別賽事，可容納4.5萬觀眾的專業足球場，與周邊形成24小時開放的城市生活空間。我發覺呢喺內地啊嘅球場呢有啲特別唔同嘅，每一個球場啊，我好肯定今日見識完之後呢，就有我哋知國旗啊。中心還引入智能導引系統，手機一點，精準導航直達座位、餐飲區、觀賽、健身不迷路，輕鬆玩轉體育盛宴，為15運會增添活力。Nice。其中一個行程咧就嚟咧行公園啊，深圳有好多公園，有成咧即係幾百個公園嘅，咁所以咧大家即係要走好啊！我諗大家走一年，每日走一個走唔晒。嗱，而家咧深圳佢哋咧經常都會搞呢啲觀鳥啊，安排啲學生啊去感受下大自然啦，跟住就去學習一啲咧我哋叫生態文化。畢竟咧成日都講啦，人與和諧自然共生啊嘛。福田紅樹林生態公園是城市裏的生態綠洲，2015年開園至今，修復生態，引6種國一、43種國二動植物棲息，辦了1600場科普，11萬人參與，共88教聯動，602名志願者守護，獲國際讚譽及認可。見證深圳與自然共生，我不禁為深圳點讚。深圳創新、活力、多元、開放，非常棒。下站我們將會去到惠州。